功夫不错嘛！福大人，想不到福大人亲自驾临，我还以为是哪个闯山的高手。哼，福大人果然身手不凡，刚刚如果有所冒犯，还望见谅。哪里，你也见谅。花拳绣腿，福大人见笑了。今日福大人初来乍到，咱们黑荣寨必须聊表地主之谊。抬上来。小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我这个人吧，特别没出息，看着金子就走不动道啊。这成色啊，大当家真是阔气啊！你们两个拿着，有才一起发。福大人说的对啊，只要咱们一心，以后发财的机会多着呢。这金子真是好东西啊！不过呢，我这个人贪虽然贪，但是贪之有道。这种杀人放火抢来的黑钱，我拿着烫手啊！我呢，既然做了姚城的父母官，就不能允许别人欺负我的百姓。大家要是不想给我这个面子，我就得按照天权的规矩办事了。咱们黑荣寨这几十年，来来去去多少个姚城县城，像福大人这样硬骨头的家伙，自然不在少数。为的就是想放黑荣寨的血去巴结朝廷。结果呢，非但没伤及咱黑荣寨一根汗毛，最后全都死了。福大人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不会想跟他们一样的下场吧？这谁又不怕死呢？哎呀，主要我这领着朝廷的俸禄，
也得为朝廷办事，不是？但既然大家效忠的都是同一个主子，那就另当别论了，啊，另当别论。好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上酒。上酒。这边，这里是茅厕，多谢。我听说咱们黑龙寨有个规矩，就是兄弟之间如果有了纷争，就用喝酒来较量，最后谁没倒就听谁的，是不是啊？傅大人，你是想拼酒？就你这瘦瘦弱弱的样儿，还想跟我们大当家的比喝酒，是不是太不自量力了？告诉你吧，我们大当家的一口气可以喝3斤酒，不带换气的，在这黑龙寨里面，没有谁能喝得过他。傅大人，我替你喝。那咱们就比比看。好。傅大人，你喝的不像是鸡汤了。再来。哎，跟你一块来的那个白面书生，怎么去趟茅厕这么久还没回来啊？别管别人。好酒，跟着大人，有酒有肉还有金子，喝。喝。啊，喝。大当家的，啊，真当我喝晕了是吧？把人给我押上来！这就不好玩了。把他们全部给我抓起来！说，来黑龙寨到底想干什么？把他们都给我抓了！慢着。这块令牌，大当家的不会陌生吧？
你这是哪儿偷来的令牌？偷？这天底下有几个贼能进天泉皇宫偷翼王殿下的令牌？大当家的，你倒是偷一个给我瞧瞧。我们啊，是收了翼王的口谕，来黑龙寨看你。你们到底有没有对翼王忠心耿耿？是不是按他的号令行事？你们真是翼王的人？大当家腰上的佩刀是翼王赠的吧？这佩刀虽看似简单，却能削金断银，若非天权贵族，根本不可能得到。咱们对翼王忠心耿耿，现在他居然怀疑我。大当家莫怯，翼王殿下，他也是小心谨慎，还不是为了我们大家共同的宏图大业啊，是不是？福大人，您说的对。来，为了咱们的宏图大业，宏图大业，宏图大业。